同一個中意嘅人有機會發展嘅對象食飯，我應該坐佢對面定係坐佢隔離呢？如果你中意面對面坐，你應該係一個有好多話題，唔怕眼神接觸，對自己同人相處非常有自信嘅人。因為其實面對面嘅時候，四目交投嘅機會會比起坐隔離高出6.3倍，而且整體上好容易會出現更多負面嘅感受。以上都係由加拿大 McMaster 大學嘅研究團隊喺一個 Where Should I Sit 嘅實驗中見到嘅。咁佢哋就好聰明啦，用咗機械人嚟做呢個實驗，真正撇除晒外貌、語氣等等嘅因素，將座位安排變成唯一嘅差異。而今年有個認知神經科學嘅研究亦都講到，人同人面對面進行互動嘅時候，的確會加強彼此腦同步嘅上升同埋情緒上嘅升溫。但留意情緒升溫唔一定係好事嚟嘅。咁如果我個人係好怕醜啦，勁挨啦，坐隔離應該穩陣啲啦啩。咁荷蘭燕豪芬大學又幫你做咗一個實驗，當兩個人排排坐嘅時候，會形成一個共享區域，一個人從唔同方向靠近自己嘅時候呢，其實我哋每個人都會有一個覺得最舒服啦，但係你要停低嘅位置，大約喺1米以內嘅範圍呢，人就會開始有諗法噶啦。所以坐喺一個唔中意嘅人隔離係會好唔聚財嘅。簡單一個 summary 啦，如果你想要快速升溫、建立曖昧感嘅話呢，就進取啲咯，面對面坐。漏咗一點啊，頭先第一個加拿大嗰個研究有個小貼士俾你嘅，面對面坐嘅時候，如果你配上問卷形式嘅對話，可以大大咁降低對方嘅好感度㗎。同仇人食飯，坐去對面就啱晒啦。但如果你係想要自然啲，自己又係容易緊張嘅人呢，請選擇排排坐啦。你問我呢，我都係中意揀坐喺隔離，相處舒服，你哋自然就會有下文噶啦。